第二章过了一寡日子，耶稣搁入迦百农，人听见伊伫厝内，就有真侪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拢无有空位。耶稣就对因讲道，有人带一个变碎的来见耶稣，是用4个人扛来，因为人多未得近前，就将耶稣所踮的厝拆厝顶，既然拆通，就将变碎的连所倒的肉仔拢累落来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变碎的讲：细囝，你的罪赦啦。有几个文士坐伫遐，心内议论讲：这个人为什么安尼讲呢？伊讲欠权懒散的话，除了上帝以外，一罪为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影因心内安尼议论，就讲：恁心内为什么安尼议论呢？或是对变碎的讲：你的罪赦啦，还是讲起来替你的肉仔行，倒落一项容易呢？是要互恁知影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变碎的讲：我吩咐你起来，替你的肉仔倒去吧。迄个人就起来，立刻摕肉仔当众人面前出去，直到众人拢惊吓奇怪，归荣耀互上帝讲：阮从来无看过这款的事。耶稣搁出去到海边，众人拢就近伊，伊就教示因。耶稣经过的时阵，看见阿勒菲的囝利未坐伫税关的顶面，就对伊讲：你来跟缀我。伊就起来跟缀耶稣。耶稣伫利未家内坐倒的时阵，有一寡税吏甲罪人，甲耶稣搁学生三甲坐倒，因为这款的人多，因也跟缀耶稣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甲罪人搁税吏三甲食饭，就对伊的学生讲：伊甲税吏搁罪人三甲食啉吗？耶稣听见，就对因讲：勇健的人毋免欠用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着欠用。我来本毋是招义人，就是招罪人。当时约翰的学生甲法利赛人禁食，因来问耶稣讲：约翰的学生甲法利赛人的学生禁食，你的学生反倒无禁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因讲：新郎甲陪伴的人三甲伫地的时阵，陪伴的人减为禁食呢？新郎要三甲伫地，因袂为禁食，总是日子要到，新郎要离开因，迄日因就要禁食。无人将新布布伫旧衫的顶面，行了所布的新布，带歹旧衫，破就过较大；也无人将新酒装伫旧皮地的内面，行了酒将皮地离开，酒甲皮地就拢歹啦。独独将新酒装伫新皮地的内面。耶稣当安息日对卖地经过，伊的学生行路的时阵，跌未遂。法利赛人对耶稣讲：看，因伫安息日为什么做毋通做的事呢？耶稣对因讲：圣经顶记着大卫甲跟缀伊的人，
欠客邀误的时阵所做的事，恁无读过嘛？伊当阿比阿他做大祭司的时阵，怎样入上帝的殿，食陈设饼，搁互军队伊的人食？这个饼除祭司以外，人拢毋通食。搁对因讲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毋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主也是安息日的主。